嘉义县17间学校配合农委会农改场做伙举办食农博览会，也要感谢这推广食农教育的专业人才，甲知识还有功夫传授予学生囡仔。好吸收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预防疾病。各校的学生伫台顶分享学习内容，嘉义县17间国中小15早时做伙参加食农博览会。 大间学校拢提出教育成果，其中梅山乡的瑞丰国小，唔但教囡仔农业的知识，佮配合山厝鸟的保育，和食农教育增加生态动物的概念。阮即摆就教伊吼，安怎种这物仔，互鸟仔食，互人食。所以伊对细汉伊就开始知影讲，哦，咱来保育这些动物。说像茶诗的创作，像一些科技教育的结合，还有一些绘本的制作，这个都是让小孩子他们可以去学习如何把食农的意涵更加的扩展。嘉义县推动食农教育，举办以农共舞的计划。 邀请专业的农民入去学校内底做农业老师，甲学校做伙来教囡仔。希望食农教育不只是课本的内容。小朋友在看这个农夫，他不是只是农夫，他变成一个老师。那他对于专业对于农业这个专业，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尊敬。收成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咱在过程当中，有拄到一寡天灾啦，拄到一寡气候问题，拢教囡仔遮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。 去年伫罗草国小成立食农教育资源中心了后，嘉义县食农教育的内容嘛开始丰富多元。这届17间学校甲42位农业老师的配合是真好的范例，希望会当带动其他学校的参与，推广食农教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